1555尺，標準大三房，只有呢個單位先做到。高士德會所樓東方角都，我哋可以望一望呢個廳嘅開間，成個廳長有成7米咁深，咁我哋可以望埋後邊廚房嘅位置。最近咧呢個東方角都好多人都討論議論紛紛，就係呢個以舊換新。其實你可以將你個舊樓換過嚟呢個新樓，絕對冇問題嘅。咁舊樓嗰一 part 咧就由發展商去幫你處理咗，非常之好。咁你望到呢個露台一啲都唔細嘅，呢個成個廚房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啦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呢啲焗爐亦都有嘅，咁廚櫃咧都唔少，全部做晒。咁如果真係需要一個大家庭嘅話，呢個 A 單位一定要留意啦。嗱，佢仲有個士多房，即係工人房，呢邊就有個工人房啦，係符合翻而家啲大家庭嘅需求，你擺紅酒都得。我最欣賞咧係呢個單位咧2個廁所都有窗，咁你可以留意翻呢邊咧亦都有窗嘅。間房都唔細，係非常之大。咁你可以睇埋啦，呢間房同隔離嗰間房一模一樣嘅，包括你2個小朋友唔會有拗撬。留意翻個主人房啦，你可以見到噶啦，呢個套間咧都係有窗嘅。呢個絕對符合1555尺嘅主人房，側邊呢度一個衣帽間。鏡頭前嘅你，如果對於東方角都1555尺3房大戶型有興趣嘅話，不妨點擊我頭像，後台留低聯絡方式，升級睇豪宅，奧斯卡地產。再見。